2025年嘅麥當勞慈善跑呢，上個星期六已經圓滿結束啦。姜濤呢不嬲做公益善事呢，都係不遺餘力。今年呢已經係第3次擔任做麥當勞慈善大使啦。事不宜遲，3、2、1，馬上去片。飛機喺邊度大㗎？唔知我去咗旅行喎。唔喺泰國啊？鬆鬆啲筋，拉啲肌肉。好，個哥哥幾標準啊，係咪？係啦。邊標準啊？唔該，同哥哥做得。我做，想唔想睇佢做多一次？先預備3、2，加油，姜濤哥哥！我係做個標準，好鬆啊，真係。有邊預備3、2、1，好。嗱，跟住係我哋跑步咧，就運用到身體咧最大肌肉群組啦，就係腳啦。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轉佢。好，兩邊哇！我見到阿華嘟嘟啊，佢哋都好落力㗎嚇，小飛飛啊，佢哋你睇下，你望下華嘟嘟，好落力嘅佢。係啊，OK啊，佢哋練咗好耐㗎啦，喺度練咗。好，預備，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。